大家分享翻我第一次斷食個效果係最好嘅。其中之一個原因，當時我就唔喺香港，我喺國內。香港有陣時生活比較急啊，咁我去到國內我就可以完完全全專注斷食。咁我做斷食嘅時候同香港係有一啲分別嘅。好多人覺得7日斷食係好難，以下嘅資訊只係一個養生嘅資訊，絕非醫療建議。第一個階段就係7日全斷食，入邊就會做一啲養生嘅活動，每朝7點要起身，10點鐘就瞓覺。好多人喺香港未必會咁早瞓到覺，但係當你唔食嘢，同埋你每日就要做運動啊，要做養生，有陣時行山呢，你每一日嘅時間就可以調整翻啦。呢個就係7日入邊第一階段。第二階段就係7日完咗之後，直接再7日係做啲乜嘢呢？就係入黑房。入黑房嘅時候，你係面對你自己。咁第3階段就係7日完咗之後，直接入黑房14日。當時老師有同我講，你係可以做14日以上嘅。我都同老師講，緣分未到，係完全一件 amazing 嘅事嚟嘅。點解一個人7日唔食嘢都覺得好誇張啦？何況14日、21日，喺正常人嘅角度，21日唔食嘢應該係會點樣啊？餓到升仙嘅啦。但係我朋友真係做咗21日，而佢身體有啲病真係好返。下段片再分享。